由澳門書畫藝術聯誼會主辦嘅李秋平書畫展，今日喺萬豪軒畫廊開幕。展覽以迎風紅日如秋平為主題，展出嶺南畫派名家李秋平近年創作嘅75幅書畫精品，涵蓋水墨花鳥、山水及行草書法。李秋平介紹咗今次展覽嘅主要特點，意思就話喺秋天嘅平原嘅嗰度呢，睇到嗰個好靚嘅太陽，又有風吹嚟，咁啊俾人嗰個視線啊，即係眼角呢，就係好廣闊嘅。其畫風以花鳥、山水畫為主，油線牡丹、荷花、竹樹、菊花、小鳥等。書法擅長行草。今次咧就主要咧，我就係話畫大四喜嘅，即係4個喜鵲嘅。原因咧就係話我哋其實中國人都好中意呢個喜慶嘅嘢啦。咁所以咧今次咧就特別咧就係畫咗13幅呢個大四喜圖。咁啊每一幅嘅雀仔咧都係有唔同嘅位置，都係唔同嘅一個形態嘅。展覽獲多個團體及機構等協辦，今次展期將持續至5月31日。